家早晨，我係智輝嘅門徒日東啦，隔離嗰位咧就係我靚靚嘅太太 Cindy 啦，佢就係 Yola 媽嘅門徒嚟嘅。能夠咧參加第86屆生命樹恩愛夫妻營3日2夜之旅啦，係我心中咧充滿咗感恩嘅。咁今次咧，我哋自從上一次夫妻營之後咧，即係上一次都係3日2夜嘅，咁已經相隔9年啦。今次咧再次攜手同行咧，彷彿咧就好似翻去9年前嘅時光咁啊！咁今次嘅重返咧，不僅讓我哋嘅關係更加深厚啦，亦都係心靈上嘅交流咧，找到新嘅共鳴。咁喺報名之前呢，其實我哋都曾經因為啱啱出世冇幾耐嘅 BB 咧，我哋擔心冇人照顧，所以我哋係冇諗住參加嘅。咁咧，但係弟兄姊妹嘅鼓勵之下咧，我哋就勇敢咁樣踏出呢一步去報名啦。咁好奇妙嘅係咧，喺出發之前嘅幾個禮拜咧，我哋真係好機緣巧合咁樣咧，就揾到一間好好嘅托兒所。咁 BB 咧放喺嗰度咧，佢好開心，得到好貼心嘅照顧。咁咧，我哋就好安心咁樣去參加夫妻營。咁我覺得真係神嘅安排咧，係時間啱啱好，就好似啱啱我哋讀到以斯帖記所講，神喺一切嘅讓一切喺佢嘅時間裏面成就啦。咁同埋咧好特別嘅，今日牧師師母安排咗我哋講見證啦，其實就係我哋拍拖24週年，就係今日。Amen。咁喺營會當中咧，最令我難忘嘅就係成長曲線嘅回顧啦。原先參加之前咧，仲以為好多嘢係同9年前一模一樣，但係今次就新增呢個環節，真係咧令我分享到從2歲半開始嘅生命線，同痛苦嘅家庭暴力咧，到遇到妻子之後嘅婚姻生活咧，透過呢一次咁嘅分享咧，我向妻子解釋咗點解我嘅性格咁硬頸嘅原因，就係因為源於即係由2歲半開始到而家嘅生命咧，都係缺乏安全感，而且咧只能夠靠自己先至能夠有生存嘅能力啊！咁咧，我細述咗原先家庭嘅傷痛啦、父母嘅欺詐同埋暴力啦、親人嘅冷漠啦、老師嘅無情啦、同學嘅嘲笑啦，呢啲經歷咧，都塑造我唯有靠自己先至能夠生存咁一概嘅信念啊！我都強調啦，呢啲唔係我嘅性格嚟，老婆，而係咧生活所逼，影響我自我保護嘅機制出現嘅啫。咁過去咧，咁啊妻子咧成日話我講嘢好生硬啦，就冇得缺乏商量，即係冇商量嘅餘地啊。咁咧，其實呢都係我自我保護機制嘅延續啊，老婆。我習慣同我早排同老婆講，喂，前面加個老婆、加個老公、加個阿仔咧，好似溫馨啲喎，冇咁硬。所以我練習咗呢樣嘢。咁我習慣咗用強硬嘅語氣去表達啦，唔願意聽人哋意見。咁相信好多弟兄姊妹都識我10幾年咧，都有啲認同嘅。咁因為我深信咧，只有我自己嘅方式先係啱嘅，即係做每一件事都係我自己諗嘅先係對嘅。其他人嘅意見咧，我好少話入腦。即係同你傾偈嘅時候咧，只能夠OK，啱嘅。其實翻轉頭咧，都係用自己嘅方法。咁當然好多謝牧師師母啦，仲有我嘅組長同埋組媽啦。我哋咁多年裏面咧，都對我生命説話。因為我40幾歲，其實父母冇同我講過真理，冇教過我點樣去做人，全部都靠自己嘅領受啦。咁然而咧，透過呢次夫妻營之後咧，我學習咗改變。咁呢次生命線嘅分享咧，更讓我釋放咗過去嘅傷痛，並且咧向妻子真誠咁樣道歉。我都想喺呢度再同老婆講一次對唔住，因為咧，我以為用我嘅方式去愛你，就以為好唔啱，完全冇諗過你嘅感受。對唔住啊，老婆。咁我睇唔到啲字嘅 ，sorry。咁我意識到啦，呢啲咁嘅溝通方式唔
唔單止讓妻子感到好委屈啦，即係咁多年嚟，我識咗佢24年啊嘛，今日其實24年佢都好委屈，咁亦都阻礙咗我哋嘅關係啦。但係老婆，我想係今日24週年，我承諾未來我要努力咁樣去調整我嘅生活性格嘅方式、溝通嘅方式，用更溫柔嘅方式去表達我對你嘅愛，好讓呢個婚姻呢成為彼此安慰同埋互相支持嘅一個港灣。咁我老公嘅童年真係好唔容易，好唔容易。佢受到嘅傷害咧係不堪回首。我成日覺得咧，佢生命中第一個女人好唔愛佢，好唔珍惜佢。咁我作為佢生命裏面第二個女人咧，我覺得神係派我嚟去好好愛佢。咁咧喺以前咧，佢成日都係習慣好嬉皮笑臉咁樣去將佢以往嘅經歷輕輕帶過。佢從來咧都唔會透露任何佢悲傷嘅情感。咁咧其實我知道咧，佢童年嘅傷害咧係從未得到真正嘅醫治。咁每次咧我鼓勵佢去接受醫治釋放咧，佢都好抗拒嘅。舊年喺台東醫治特會嘅時候咧，有一個環節係出產道，佢好唔願意，好唔願意咁出去。我嗌咗佢幾次，咁我知道佢係勉強出去，所以佢係得唔到釋放。咁我就同神禱告，我希望神可以親自介入，可以俾一個全然嘅醫治俾佢。咁咧，我以為咧神會喺某一個嘅醫治特會去醫治佢。咁我估唔到係夫妻營咯。咁其實嗰次係我第一次聽我老公去好傷痛，係好悲痛咁樣去講返佢童年嘅經歷。咁我知道神係做奇妙嘅新事啦。咁當佢去喊住咁樣講完佢童年嘅經歷之後呢，我覺得佢成個人放鬆晒。咁我知道咧呢個係神嘅釋放啦，佢可以唔再需要去壓抑佢嘅情感，佢可以喺成個人咧得着一個真正嘅自由。咁同埋由嗰個 moment 開始咧，我都更加明白佢性格上面嘅軟弱，點解佢即係有時好難相處。我覺得咁我好能夠體諒到佢嘅唔容易，我好願意呢世都陪住你，一齊走出嚟。多謝神嘅帶領啦，感謝牧師師母同埋組長同埋一班導師嘅用心擺上啦，亦都好感恩同行嘅弟兄姊妹互相嘅陪伴同鼓勵啊！咁一齊同我度過咗呢個3日2夜嘅夫妻營。夫妻營咧唔單止係一個旅程，更係一個我哋婚姻之間全新嘅開始。咁願我哋咧喺愛之中彼此扶持啦，讓婚姻成為見證神榮美嘅器皿。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我阿爸父。